对，不要不用。哦，还有救！紧缩了，紧缩不？叫不下了。喂，掉下了，掉下了，哥，掉下了，掉下了，叫谁？没呀不，上面有个人在盯着看，那里盯着看，不让他们去公司里面找。哪里有？这个，走，你拿着。嘛来，刚来屋里，刚来，屋里肌肉都刚露出来了，屋里。啊，没有带背头哈，没看过哈。屋里，不要不用。哦，还有救！紧缩了，紧缩不？叫不下了。你们想练？没有健身，你们想练8块腹肌来换取挖翡翠？让我来看一下。对哦，啥吃个老呢哦？哎，老实锤呢。对面盖不啊？对面盖不？啊，不理了，妈叫。西包爷表比我。哎，我叫我搞到不？啊，我捡石头了。要吓你了，我不爱你了。改行了。我就。对，背哦。好嘛。这个对门盖不？呀，干嘛什么？烂稀巴烂的这个。后面那个。给他1万嘛。对，来几包，送给你。啊？来几包了，小姐。哦，他说给我看2折，给他小费嘛。来几包别，咱们叫回来了。哎，奥马这边，我们来奥马这边。叫。阿贝了呢？叫高阳也不要背了。阿贝你的啊。阿贝。去对了，给老板吧，最后一个。啊，叫我爸的。弟弟们。我这屁股一天弄到这个土啊！我这屁股等会儿开花了。要的。啊！听你的话，老实脚都。哎呦！啊！叫我坐在上面，我的屁股那么大。啊！欧雷，谢谢你了，你快点找玻璃袋里面下来。哎呀，别拔屁股，不要管我了。这个那么盖不好，这重量差一点啊。因为我一点点累了吧。叫我爸的，要吗？弟弟们。是的。你们，小鸡。佛沙。明白了。弟弟。哦，这个是有棱有角的啊。叫我这个看看辣的啥的。是的，非常好看。一拉帮拉把的。是啊，绿到有点绿。来对吗？是。拉死了。我来，来叫我。看呀，一点点佛沙了。一点点水头看着是压不下去啊，那怕高药啊。随便滴滴咕咕都是可以整的。过来。好的。谁来弄啊？谁要嘛？就洗了500的，明白不知道。好的呀，要嘛。阿姑，小目标来喏，阿贝们，大谁？呀不。看到谁来你们信不了嘛嘞？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这一点嘛，完了，我亏的。我小时候他刚才都过来，我得上来别贝们，他刚才都别的路。三个都别的。好吗？三个的喏。三个的我看我钱不要你。终于遇到一个不要小费的，这里钱不够吧？我想么了不够？你给了150，小费没有，好吗？背没了，给我来个，弟弟买个。妈的阿贝哟！叫阿贝哦，这阿贝。叫了知道叫高那里，叫高那里嘛。怎么了？掏钱哪里有表现？你们的干嘛背的白的？我知道了。这边有个烂口。它不好啊。哪里你买阿贝？我还没需要阿贝票好。都把阿贝吧。我太难了。过来。这里呢？终于看进去了你。笑。哎，这里喝石头子鬼呀，害怕。走吧，回去洗了吧。